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26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有不少阿公阿嬷从来唔捌去学校读过册，所以华山基金会甲台湾历史博物馆特别为因开设一天的课程，互因体验做学生的滋味。而且伫课程结束了后，佮互因穿上学士衫来领证书，实现因做学生的梦想。得到学生无爱阿公阿嬷伫老师的带领之下，唱着童谣，回忆细汉的时光，也动手制作抓风车，体验学生囡仔上课的进行。对因来讲，会当讲是真难得的经验，也相当的趣味。我咧做6、7岁做工课，做咱这个田呢，也无读册啦，嘛拢要学人唱歌，唔晓唱歌拢袂识啦。食啦，还佫伫一顶帽啊，感觉足欢喜。食啦，佫读册嘛，感觉足欢喜。对着从来毋捌上过课的阿公阿嬷来讲，上课经验会当讲是非常难得，因更加毋知影放暑假是啥物滋味。这次借着华山基金会甲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合作，互因有了坐伫教室听老师上课的机会。是因为我们去访视长辈的时候，然后他曾经就是说他没有上过学，心里面有一些的遗憾。那在我们就是服务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是希望圆满长辈心里面遗憾的那一块。那所以才有了今天，就是有这个机会跟台湾历史博物馆合作，然后带长辈来这边，然后体验上课的感觉，甚至就是我们要颁给我们百岁的长辈一个人生的证书，因为他们用自己人生辉煌的故事，然后辉映了这个100年的台湾的历史，这样子。为着弥补阿公阿嬷伫反共时代无法度甲好好上课的遗憾，台湾历史博物馆借着馆内原有的场景，来呈现当时时代的氛围，希望借着课程的安排，增加老大人社会参与的机会。在2楼的这场设展场景当中，刚好有这个日本时代这个反共的这个时代的这个教室，然后刚好是这个历史的场景，也可以还原当时的这个整个教室的氛围，所以我们就立马跟他们讨论，好，我们就让长者在这里享受，如果在他们的生命中可以上课的滋味是什么这样子。那也特地安排了符合他们的身心状况可以手做的课程，还有他们那个年代的音乐。所以会有安排了2堂课，一堂课是美术课，然后1堂课是音乐课，这样子。而伫课程结束了后，馆方也特别予阿公阿嬷穿上学士衫、甲学士帽仔，进行挂穗颁证的仪式，替阿公阿嬷圆了因人生的梦。但新闻者上郭博义参报道。暑假是真侪小朋友上届期待的日子，不过对学校的除工来讲，却是烦恼的开始。因为除工爱放无薪假，无钱通好趁。议员李文正认为，暑假是资方无提供劳务，并不是除工无愿意工作，所以要求政府改善保障除工的权益。暑假期间，学生拢放假，学校也无提供营养午餐，因此学校除工伫学生放假的时间，也变成无工作、无领薪水。议员李文正指出，学校除工是无定期契约工，有劳健保只领基本的薪资，扣掉寒暑假，所得佫较少，认为已经违反劳基法规定。这个除工伊伫暑假的这个中间，伊嘛是爱生活，伊嘛是爱食饭啊，爱趁的是干那一个基本的薪资尔，伊2个月伊无领薪水，伊要安怎活落去？伊要安怎讲会当去照顾伊的这个家庭？所以咱对遮咱就会当看出来讲，这个除工啊，伊伫暑假的时阵是咱政府咱无工课互人做，毋是讲这个除工伊无爱来做工课，伊有工课要做伊无爱来做，
是因为咱政府咱无工课通互人做，所以咱袂使讲因为安尼就要甲人扣薪水吼。所以咱希望讲迄个市政府吼、教育局吼，即个问题我伫议会啊，我有质询啦吼，我有来建议吼、要求吼，嘛有请劳动部吼爱来。既然地方若无法度处理，咱劳动部就爱来做一个解决，做一个处理。教育局表示，学校杜工的工资计算以及发薪水的日子，学校拢有甲杜工进行签约。日日寒暑假期间，包括厨房环境的清理以及参加卫生工作，拢是必须再支付薪水。对此，议员李文杰这是表示，会继续伫议会提出质询，要求保障杜工的权益。但新闻加上郭博义采访报道。议员吕维英甲府城关怀协会共同合办的106年二场杯3对3篮球德育锦标赛，8月12号将伫台南市立体育场的篮球场正式举行，希望带予民众一个健康有活力的暑假活动。暑假来到，为着要带予民众一个健康的休闲活动，今年度的106年二场杯3对3篮球斗牛锦标赛，希望透过球赛竞争来以旧会友，并培养民众运动的习惯。二场杯，3对3斗牛锦标赛，时间伫8月12号，8月12号伫咱的台南体育场的篮球场嘛，是伫阮的南区。阮总共分做2组，第一是国中男子组，第二个是社青组。国中男子组就是指我们台南市不管是公立或私立的所有的国中生，都可以报名来参加。那我们的这个社青组就是指我们的高中以上，包括成年人啊，都可以来报我们的社青组。那每一组呢个别是30队，这个每一组30队。我们也这个取前4名，那第1名的奖金是5000块，所以2组就取2名的冠军，2名的亚军，2名的这个第3名跟2名的殿军，各取这个1组这样子的所以如果需要报名的所有的好朋友，都可以来到我的服务处，大成路2段165号。报名的电话是2652868。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这届的篮球比赛来达到健康甲社交这2个目的，同时也互有共同兴趣的青少年朋友会当互相交流，来养成良好兴趣。台南新闻网站张伟忠采访报道。位伫东区的南天府三当一届主位遴选，甲北京庙宇遴选的方式无同，是依照庙林的传统，用盘杯请文形圣地做最后的裁决。这种特殊的民间风俗，带大家做伙来看卖。南天府3年一度的主位遴选，依据开庙以来的传统，昨下暗由文形帝君做出上届最后的裁决。伫咧经过侪委员的盘杯之下。最后由当年服务庙方的王敬元先生得到主委这个职务，负担着未来庙务的重担。南天府这个3年一届啦这个主任委员都伫昨暗安尼来这个跋杯产生啦主讲南天府新的讲呢这个托付的主委的这个就是咱王敬元先生啦伊来当选着主委，当然咱南天府甲以往的即个庙宇会产生的主委较无共，咱是新明用杯信来即个产生啦一般的庙宇是拢用投票选举的方式，所以咱的传统南天府的即个管理委员会一路行来，就是拢用，互咱主讲南天府新的讲来用杯信来指点所以安尼昨真圆满顺利来产生着咱的主委员王敬元先生副主委员徐顺阳先生商务监察着咱苏新田先生啦其他即个委员等呢，都20位啦新任的主委第一个重大的任务，
就是接下来南天府伫咧农历7月1号将要举办的天地人3届超度大法会，要来帮助祖先甲众善行大德累积功德。7月普渡大拜拜吼，咱南天府也嘛是做一个唯一无共的所在，就是即个有一个法会台36笑吼，就是做即个天地人3届灵修拔净超度的大法会，这嘛是真有特色啦吼。所以伫7月初，农历的7月初开始吼，到7月14，安尼诵经礼忏，然后14呢圆满的时阵呢，咱用道教的方式来即个普渡法会大拜拜吼，会当利益众生啦吼，即个阴阳两利吼，讲起这是一件真殊胜的。即个好的代志吼，来分享所有咱的先人大德，大家当来共同参与这次的盛会啦吼。东港现场将会有36尺的超悬法台，要来进行庄严的诵经礼忏，也邀请众善信大德一同参加这场普渡大拜拜，做伙为众生祈福。台湾新闻网之后张伟忠采访报道。咱先休困者，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你要 cue 我吗？还是？等一下，我直接讲吗？你不用接吗？好。咱先休困者，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当年记录乌明大杯生态的因素高议员就以登记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先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当年记录乌明大杯生态摄影师高议员，将伊登记伫七股、家庭，甚至家己布地，当这顶地水花所记录的乌明大杯生活甲美丽姿态，透过展览，甲大家做伙来关心分享。伫遮每一张相片拢记录着乌明大杯日常生活，这也是生态摄影师高议员用当年的时间等待，用相机去翕下迄个瞬间。乌明大杯上界水的姿态，生态摄影师高议员也表示，想要从事生态摄影，上界基础的摄影工具甲技术是一定要有，但更加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去等待，去等一个上赞的光线甲上水的姿态。第一个，它离我们很远，一定要透过那个望远镜头才可以拍得到，而且还有时间要等得很久，有时候你等个4小时甚至1天，它不一定会出来，所以那种耐力、恒心是很重要的。那今天我这个追寻披露8000个日子，就是我的有恒心毅力的表现。那我把他的行为归成2大类，第一类是静态，第二类是动态。然后从睡觉开始到他的点点滴滴，一系列的行为。对我来讲，我也是只是开始，我还会再努力。每一届满心欢喜的期待，每一届的等候，生态摄影师高议员当年累积了济乌明大杯相片，伊对水花生态以及乌明大杯也因为当年的研究愈来愈熟，也互伊甲参观民众解说的时阵，骹手并用去做上界容易了解形容。
伊也希望借由相片展出，互较侪人会当熟悉并了解维护水环生态的重要性。咱的新闻网赵张总采访报道。一般若是靠家己的意志来结婚，通常100人当中只有5个人会成功。所以为着要提高民众结婚的成功率，贵中合并院的结婚门诊不但有专业的医师会当做咨询，而且用一个后个月开办结婚班。根据卫生福利部的资料，结婚是危害个人健康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因为尼古丁的戒断症状是生理合并心理的，所以更加歹戒掉。一般人靠意志力结婚的成功率大约100个人只有5个人，但是如果配合病院诊所结婚门诊，成功率将大幅度提高。门诊我都会建议说，强化他的一些戒烟的一些理由，包括说省钱啊。你看1个月如果真的戒烟成功，他可以1个月省下多少钱这样子，然后他一些身体的改善的状况也可以明显获得一些改善。啊，基本上如果他有一些困难点还是怎么样，我们都会一起讨论。我们也有门诊的戒烟的卫教师可以作为协助。目前我们当然是强化他动机的部分，还有一些口服用药、贴片可以使用。口服用药现在最新的反而是以切闭式的药物为主，因为它可以阻断一些尼古丁的一个作用，还可以减少它一些抽烟的一些感觉，这样子，它算是比较效果比较好的药物，这样子。台湾结婚人口大约400万，目前随着婚嫁潮起，结婚的人口嘛愈来愈多。为了提高民众结婚成功率，贵中合病院将在后个月开办免费的结婚班，提供专业的咨询，欢迎有意愿结婚的民众踊跃参加。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伫日本时代起好的台南车站甲铁骑路，虽然成为府城进步的基础，不过随着都市发展，铁路不止切断都市两边的生活空间，甚至常常发生事故。经过20几档的争取甲沟通，台南铁路地下化总算伫今年3月份率先伫林德段发包动工。透过专题报道，带大家做伙来了解。根据台铁局在民国106年统计，每日约有200多班列车通过台南，并集中在尖峰时段，不仅阻碍通行，更有交通安全疑虑。足侪吼，像这个吼，拢这车轨道顶头拢有车，哦，啊，咱嘛是照常，嘛是乌多摆啊，车尤其车上危险嘛，车去停伫这轨道顶头，啊，有当火车来袂赴啊，啊嘛，迄火车倒啊放落来，伊嘛是去动过啊，嘛捌动转来啊。所以做危险的，所以开始做铁路地下化。从日治时期就建设的台南车站与铁道，奠定了府城都会核心的发展基础。然而，随着都市逐渐发展，平面铁路不仅切割了两侧道路系统与生活空间，铁路行车产生的噪音、震动及平交道交通阻塞衍生的空气污染、能源消耗等公害，更严重影响铁路沿线环境景观及品质。铁路沿线有8处地下道、2处铁路桥涵及3处路桥，周边环境雨漏，维护清洁不易。为了消弭这种种问题，交通部铁工局研议办理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计划。但台南市区现有铁路沿线路权宽度仅约14到21公尺，无法同时满足维持现有铁路正常营运及铁路地下化工程施作所需空间。因此，不论采行何种可行之铁路立体化施工方案，均会造成沿线拆污。在多方考量下，行政院最终核定影响最小的方案，也就是直接在现有轨道东侧下地施工，影响私有地2.88公顷，占工程总面积16.6%，约323门牌户。而如何兼顾执行中央政府核定国家型建设计划的责任与照顾市民生活的使命，成为市府必须积极面对的课题。
针对铁路地下化工程受拆户，市府提出专案照顾住宅方案，新建照顾住宅，供地下化工程受拆的合法住户以成本价来选购，解决受拆户居住的问题。而照顾住宅基地就位于台南市东区生产路与铁路交汇处，生产路南侧。基地临近文化中心、巴克里公园、台南都会公园，基地就在未来南台南车站对面，住商条件良好，并委托台南在地优质建筑团队富力建设来兴建，在市府的监督下，保障住宅居住品质。铁路地下化专案照顾住宅于104年7月8日至9月8日受理受拆户登记申购，共计收到201户受拆户登记申购。抽签作业于104年11月2日，在律师、会计师以及与会媒体、申购人共同见证下圆满完成。后续共计181户完成选位。照顾住宅工程已于104年8月动工，至今结构体已接近完成，并于106年2月20日依照工程传统习俗举行铁路地下化专案照顾住宅上梁典礼。我们属于联德段部分了，已经在今年的3月份已经发包来动工哈。我们期待这一条这个铁路地下化工程大概目前我们交通部铁工局预计在113年大概沿线大概全段这个通车大概启用。那我们期待这个工程进行当中可以非常顺利让台南市铁路沿线包括我们这个比较东半段西侧尤其是我们东区北区仁德区跟我们中西区市中心的这个连接，未来道路的连接可以更顺畅整个都市的发展可以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配合铁路地下化工程兴建，将开辟宽约25到40公尺、长约5公里的公园道。未来也将新辟林森跟南台南站，希望借由铁路地下化建设，缝合府城100年时空轴线，既能准备重大建设与都市基础工程，提升公共建设附加价值与都市发展效能，亦可达成交通改善效益，促进都市整体发展与进步，并由全体市民共享公共建设之效益与成果。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中昼过后底将日前后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的几率有4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7月26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